现在那个没东西了。叶永琪，干！小李长小上岗今仔日呢是咱农会甲天文局甲咱的六来见证咱这个三宝灯的一个仪式咱最主要就是讲，这几年来呢，咱天中分祠呢，社区内呢，讲非常用心呢，来维护着咱这乡亲的这个性命安全。所以呢，伫咱这个比较较容易肇事的一个地点呢，拢来装置这个闪爆灯。我话这几年来嘛，这个减少了足济咱这个车祸的这个肇事的一个比例。所以呢，这样讲是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咱农会也好，也是咱天文局，甚至咱长虹大镇叶红集团呢。为了要发挥这种博爱的精神呢，所以呢，咱提供这个增加这个闪爆灯呢，会当互咱田中分祠社区内所有这个分支所，甲咱所有比较甲肇事的地点呢，来增加这个闪爆灯，提醒呢，咱所有这个开车也好咱骑车也好，这人员呢的一个警觉性，来降低呢咱这个车祸的一个肇事。嘛来维护着咱所有人民生命在这个安全。感谢咱有社天文局叫咱社头乡的农会跟咱叶红公司联合见证田庄分区爆闪灯因为伫这个咱社头地区迄个较重要的路段较常发生的路段就是咱中山路甲延吉路因为就是拢常暗时有这个车祸来发生所以讲透过因的有关因的赞助来以后要伫这个中山甲延吉路一带来设置爆闪灯就提醒用路人一定要减速慢行降低事故的发生在此非常感谢大家配合感谢谢谢。总管说，咱这边关几组农会？农会咱15组，天文局嘛15组，所以咱叶红咱10组是啊。所以这边拢总几组？三个单位总共40组啦。15，10。对，40组。